后来乡亲啊，这波的疫情，讲有袂少的确诊的民众，拢是食中药清冠1号好的。因为这个公费的清冠1号无来限制着使用的对象，所以很真侪这个确诊的民众看作是救命药物。但是有风声哦，讲这卫福部中医药师拍算为7月初一开始，敢若要开放予65岁以上、12岁以下确诊者，会当使用公费的清冠1号。啊，若13岁到64岁的确诊者，都要来自费。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讲，这种的限制一点仔道理都无，因为疫情也未煞，这个时阵都来限缩着公费使用的对象，恐惊会来影响着病患用药的权益。若是确诊有医师评估过，就当食清冠1号。中医药师统计，今年1月到5月，公费清冠1号拢总开9万多人份药量，超1亿3000万。预计6月份食的人会更加多。不过卫福部有想要定计划公费使用的对象？目前是有规定所谓优先使用对象，65岁以上，或是有其他一些共病的。糖尿病啊、中风等之类。第二个是12岁以下，目前是讲说是优先使用对象，但不是限制为这3类，只是单纯的用年龄去做一个区分。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政策，相对是比较不恰当的。有蛮多的一个高风险因子的一个族群都应该纳入。初步规划优先食的对象，针对65岁以上、12岁以下，佮有高风险的族群，剩下拢爱家己自费。医生嘛建议高风险的族群，袂当限制岁数，包括某感情、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慢性肝病，含无注满3剂，拢应该来去考虑。清冠1号计小真贵，一盒5公分，差不多伫咧1500到2500。今麦大个月30超20万盒。里头呢，扣除掉使用西医的整个月下来，也大概需要等于是整个总产量的需求了。那如果说是以2成的民众有需求，那这样子就会不够。公费新政策也未定案，今麦规划7月会有新药厂来倒做清冠1号，希望民众拢有通买得到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